主后2025年5月初5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伫苦难中犹原心存盼望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77篇第1到20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77篇。阿萨的诗照亚杜顿的做法交予圣乐长。我要对上帝大声求救，对上帝出大声，以话压耳孔听。伫患难的日，我找主；伫迷时，举手祈祷无停。我的心毋肯受安慰。我少念上帝，就吐气哀怨；我静静想，就累至失望。你互我目睭金苦苦困袂去，我烦恼甲拢袂讲话。我对念过去的日子，回想古早的年。我眠时静静想，我望心肝家己问，心神详细省察。主减袂永远放杀咱，伊减袂过施恩互咱。伊的慈爱减袂永远消失，伊的应允减袂永远落空。上帝减袂记得施恩，减已经用受气代替伊的慈悲。我讲我上痛心的，就是志愿上帝无阁有气力。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年你早时的新约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上帝啊，你的道路神圣，减有生命亲像你遮尔伟大。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捌伫万民中显示你的权能。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，解救雅各甲约瑟的子孙。上帝啊，大水见着你，大水见着你，拢惊吓，深渊嘛袅袅出。密云摒着雨水，强冲弹雷，你的死若四界射。光日仔风内面有你弹雷的声，死若会光死到全地，地袅袅出大摇动。海中有你的道路，大水中有你的路径。你的脚迹无人知。你捌用摩西、阿伦的手，带你的子民，亲像在带羊群。伫苦难中犹原心存盼望。诗篇77篇被定为做团体吟唱的哀歌，描述南犹大国伫主前586年受巴比伦帝国消灭，人民受掠到巴比伦的景象。诗人伫国家蒙受苦难的时，回忆过去和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今昔对照，袂禁地感叹。诗人用减的做法语词，提出一连串问题。上大的质疑是：上帝的慈爱减会改变？但是诗人并无沉溺点无尽的忧伤，回忆历史经验，伊记起民族的形成和延续，拢伫上帝的恩典下面。因为安尼讲，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年你早时的新约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面对丝毫感受袂到有缓解可能的苦难，面对国破家亡、群体受俘虏的困境，悲苦毋知要阁安怎自制。诗人也用回想过去上帝的拯救和应允来缅怀盼望。伊告别上主
是行神业的上帝，伊捌往列国彰显大能，捌用大力救赎伊的子民，拯救雅各和约瑟的后裔。今日咱依循世人的思考脉络，毋知咱是毋是也感叹，台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，政治经济、科技发展各方面拢有大大的进步，社会自由民主安和乐利，为甚物一直无法度摆脱战争的阴霾？是毋是咱也捌考虑，到底要安怎才当免除战争的恐惧？咱是毋是也捌亲像世人共款，伫鬼暝歹困之际寻求上帝？是毋是伫苦难中感觉袂到上帝帮赞，也无法度得到安慰？因为等袂到上帝回应就失志咧。咱伫咧期望得到上帝回应咱的祈求之际，咱也通搁再思考。虽然台湾过往的历史充满苦难，400年来，这个土地的人民受到无同的国家、民族政体的统治，但是伫历史经历中，咱也看到上帝恩手一直眷顾这个土地。当巴比伦帝国的铁蹄开始蹂躏南犹大国的时，以色列的领导者人民选择甲埃及军事结盟，假先知发出平安的信息。今日台湾人伫咧面对中国文攻武吓的时，有人认为台湾有真强的经济能力，足以抵挡中国的侵犯；也有人认为美国会保护台湾，免受武力侵犯的威胁；也有人认为台湾若假使独立加入联合国，就免搁再惊中国。但是，敢真正是安尼？基于对上帝的信仰，咱应该首先告别，真正通帮助咱的是上帝，毋是人。真正会当成做咱生命依靠者，除了上帝以外，无其他别个。倒转来上帝面前，寻求伊的保护，才是咱台湾这个国家上重要的出路。咱深切祈求上主亲自救赎台湾，亲像牧者共款带领你的子民。默想，上帝是历史的主，是拯救者。人民伫苦难中的呼求，伊要随听救助。上帝是历史的主，是拯救者。人民伫苦难中的呼求，伊要随听救助。咱做伙来祈祷，请愿上帝赐福台湾国境，愿执政者遵行主的命令，内政外交正义公平，互全民蒙恩代代昌盛。奉主耶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